今年梅岭上映季的宣传记者会中，摆满侪侪蓝色梅岭等农特产品，特别邀请所有游客来享受天然的物产，感受当地辛苦富裕的花金果以外，支付观光旅局配合防疫，嘛规划假日上山管制，包括分时分流上山的办法，希望发展产业的同时，嘛兼顾防疫。在南溪梅岭，其实南溪有很多物产，也很多农特产品，那也很多自然美景。那所以不管是来南溪吃梅子鸡或者是喝梅子酒，那我觉得其实加上夜间的赏萤是非常赏心悦目、非常悠哉的事情，非常悠哉、非常好的一个游程。那但是我们知道，这个在南溪，我们也希望说，一方面配合地方产业发展，一方面也要注意防疫，所以呢，我们也规划了这个每批次500人的这个行程，不希望造成过度的这个拥挤群聚，造成这个防疫上的破口。梅岭风景区一直以来拢是主题旅游的焦点，食梅仔鸡、看美丽花金果，市府正需要请大家把4月24到5月9号来一段生态旅游。台南新闻，阮志何乔邦采访报道。